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沿着台三线，我来到了苗栗大湖客家音乐大师涂敏恒老师的故居。透过老师的亲人与学生口述，我对这位才华洋溢的客家音乐大师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我听说老师以前几分钟就能创作出音乐出来，几天呢？要几天哦？3天。而且我刚刚一路走到老师的故居那个围墙上都是老师的音乐。对，涂老师他在他有生之年创作了他做2900多首了。那其中我听过一个是客家本色。是。很多客家人是不是都会唱这首歌？他的歌曲。好像每次有什么喜宴都会拿出来唱，展现客家人的安匠精神。有一首歌叫《武功》武功那是童谣嘛。他就在家里以前人家住的房子是茅屋，茅屋那个一动那个蜈蚣就跑出来啦，很大只啦。他就给他写一首歌曲。哇，真的是日常生活哎。他就会触景伤情写出来的歌词就特别的让人家朗朗上口。通常客家人都是非常的好客。对。那老师用的方式是用音乐，然后分享他的好客心情。那我觉得刚刚有听到那个大哥说他2000多首，就代表其实老师对自己的音乐还有对整个家乡文化是非常有热忱，而且非常敬重的，所以创作出那么多的歌曲，想要让更多人听到。全心投入客家音乐创作的涂老师，为了让不同年龄层的客家子弟都能对客语歌曲朗朗上口，他始终秉持着歌曲应该好听易学的信念。一首客家本色不止名扬海内外，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与回响。其他不少创作歌曲几乎也都成了客家族群的精神象征。因为他在我们大寮社区教歌的时候他就说我做一首春歌给你，结果做出来，他有教我几次唱几次。真的。结果还没发表他就去世了。这个就是他之前的手写稿。对。哇，好珍贵哦！用歌曲分享客家人的生活态度，透过音乐的渲染力累积正面能量。涂老师对客家歌谣的热情与贡献，透过一首首隽永动听的歌曲，将留存在大家心中。